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22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老登企业家，聊一聊老登企业家翻车。最近啊，这个被舆论关注的啊，人设崩塌的，遇到麻烦的，自扇耳光的，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不仅有西贝，还有始祖鸟。西贝的老板啊说，我们没有预制菜，都是现做。始祖鸟呢，跟那个老登艺术家蔡国强在日喀则啊甘孜地区，对吧？5000米的这个海拔上面玩升龙烟火秀，一个个的都翻车了啊！一个是始祖鸟，一个西贝，一个是户外品牌，自己却不爱惜户外环境；一个喊着绝对不用预制菜，结果自己暴露出来的全是预制菜。最好笑的，两家还都觉得自己挺有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些老登企业家。为什么说他是老登企业家呢？我们先看一看他们的表现。为什么被网友要贴上一个老登这种标签？首先说这个西贝贾国龙大战罗永浩，这个咱们已经聊过几次了，但是咱们就说了啊，无论是西贝赢，还是罗永浩赢，还是双赢，还是双输，最终啊，预制菜这个应该是行业取得了胜利。为什么呢？昨天啊，新华社发布了一个通知，说国务院食安办等部门积极推进预制菜国家标准制定和餐饮环节使用明示。针对近期社会广泛关注的预制菜相关话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已组织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认真研究，加快推进预制菜国家标准制定，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更好维护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实际上啊，很多消费者力挺罗永浩，其目的啊也就是这样，对吧？一个是预制菜的这种知情权啊，消费者啊，我要知道我吃的这个菜是预制的还是现炒的，这个要求不过分。第二个，把预制菜这个定义啊要规范，到底是预制菜还是现炒的？什么叫预制？这个概念不能模糊，你概念一模糊，不法商家就要利用这个做文章。中央厨房做的那都不是预制，那中央厨房1年前做的呢，现在让你吃。所以说啊，这个还是咱们说的，本来啊，西贝跟罗永浩之间这个争论呢，对预制菜行业是非常有利的。我们一直说啊，这个预制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啊进入千家万户，实际上大家都已经吃起来了，大家只不过是需要一个透明，需要一个合理、公平、知情，要吃得明明白白。但是啊，什么叫老登企业家呢？你看一看这个西贝啊，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事的？本来这个事情都结束了，老罗已经说了啊，对吧？他再三声明，我不再去就纠缠这个事了，对吧？我不反对预制菜，我只想，对吧？要有知情权等等。结果啊，这个不知道谁发起的啊，一个餐饮业的一群老登啊，搞了一个叫餐饮之光大会，玩这种接龙啊。大家看视频，都在，我们还在，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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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还在，我们都在，我们还在，不知道他都在什么，还在什么，这个给人感觉是在顶峰上啊，这给人感觉好像就在跟消费者对着干。也难怪啊，这个西贝的贾国龙啊，他最后不发了个道歉信吗？他那个道歉信里面都不放过啊，都还在坚持教育消费者，什么消费者虐我千百遍，我待消费者如初恋。消费者怎么会虐待你呢？怎么会虐你呢？人家只不过是花钱买服务，怎么是虐你呢？你提供服务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你看啊，还组织了这么多人来力挺，我们都在，我们还在。有很多网友就说了啊，把这些都记下来，要避坑啊，对吧？以后去饭店吃饭要看一看，看准了，不要乱进。我们都不进，我们还不进，我们都不吃，我们还不吃，对吧？老登企业家，你可以说我们都在，我们还在，那消费者就可以说啊，我们都不去，我们还不去，我们都不吃啊，我们还不吃，这就是火山浇油。这些
些老登企业家啊，就这些餐饮从业者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他们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是我是为消费者服务的，不是跟消费者置气，不是教育消费者。大家还记得那个百果园吗？这个中国水果连锁零售第一股百果园啊，大家还记得吧？我记得以前节目介绍过，他那个老板呢，对这个顾客啊、消费者说百果园的水果太贵了，结果这个老板亲自回应，老板叫于慧勇，说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也就是我们不惯着消费者，我们也不迎合你。你想吃便宜的，对不起，我这只卖贵的。但你要嫌贵，我要告诉你什么叫优质好的水果，就是我要教育你，坚称自己啊是在教育消费者成熟的路上，消费者花钱买教育。言下之意啊，消费者在他那儿消费，不仅得到了水果，还买到了一个教育，买一送一，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些所谓的企业家在应对媒体、应对争议时所显现出来的，确实让人大失所望啊，让人大吃一惊，感觉非常愚昧无知，满嘴谎话，情商低下，智商也不在线，知识储备不足，但是一个个的牛气哄哄的啊，这个就是网友所说的啊，中国老登型企业家的代表。他们除了自己狭窄的领域啊，在其他方面非常无知。在这个罗永浩和西贝的大战之中啊，还冒出了一个叫华与华的一个咨询公司。本来这公司大部分网友是不知道的，根本搞不清这公司干啥的，但是他成功的把自己推上了热搜，让大家领略了一下老登的队伍啊，又多了一个，典型的属于傲慢无知啊。这些老登企业家啊，有一个共同点啊，他们都是过去那个时代产物，就是特殊的背景下，他们一个特征就是一个，他们相信人脉，对吧？做事靠的是人脉。在宣传上面呢，也是过去那个时代特征啊，他们习惯于单向灌输，而不是互动型的，对吧？就是现在我们叫社交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对吧？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更多的是互动式这种营销或者互动式宣传。但是过去不是啊，过去无论是纸媒还是电视，对吧？那都是单向传输。什么叫单向传输啊？就是谁在媒体上面曝光率高，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的向你灌输什么送礼就送脑白金。不要小看这个啊，这种狂轰乱炸实际上是起作用的，而且它是个单向传输，受众之间很难形成一个这个叫互动或者共识，所以他们就习惯于啊靠一个口号，靠一个什么 slogan，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口号疯狂轰炸，简单粗暴。而消费者呢，也只能通过电视、报纸，对吧？平面媒体、纸媒，了解这些所有的品牌，所以它那个营销就非常简单，对吧？你掌握一定的资源，你就能上电视台，你就能上报纸，对吧？你的企业、你的品牌知道人多了，你就成功了。所以营销方式啊，可以是一条口号式的广告词，一个简单的定位和符号，疯狂的重复输出，让消费者认识并洗脑上头。你比如说啊，怕上火喝王老吉，对吧？跟脑白金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成功产物，对吧？是单向输出广告的高光时刻。但是时代变了啊，有的时候啊，你被社会淘汰，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仅仅是因为你跟不上时代。在新媒体这个时代啊，也就是在现在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所以那些简单的上头式的口号单向输出啊，效果已经不佳了。为什么呢？因为消费者之间会互相传染，对吧？有人用了，有人上当了，他们之间会传，他也会反向，对吧？向这个品牌方输出。而且啊，现在人越来越反感这种洗脑式教育，对吧？那就给你一句口号，本质上就是在教你做事，对吧？你买礼物啊，你就买脑白金，对吧？你喝饮料不知道喝什么，你就喝王老吉，非常油腻。这些老登企业家啊，很多那都是靠实业起家，他们信奉的是人脉资源、人脉关系，对吧？习惯了亲自出马才能压得住场子，还是那种草莽英雄啊，亲自上，我亲自讲话才是权威，这么的一套逻辑啊。公关就是打关系，就是我本人亲自出马，亲自出马就是把话说死，把对方镇住、压住。所以你看啊，一出事，贾国龙本人跳到前台，对吧？这种叫自杀式公关呢，这是一场灾难，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这些人呢，非常习惯驯化和教育那一套，他很难意识到啊，消费者对资本家本来就有防御心态。所以说那个百果园的老板说啊，对吧？我就是要教育消费者。大家还记得吧？我们这个时代啊，连去看场电影都要被人教育。本来大家看电影就是娱乐一下、放松一下，难得的那2小时轻松时光，对吧？看完感动一下就完了。但是啊，偏偏有些人，对吧，就要教育你，你花了钱，花了50，花了30，买了张电影票，有的花80，结果还让你受教育，教你怎么做人，教你要牢记历史，教你要去仇恨。这个有的时候啊，
啊，这个味儿太大啊，劲呢使大发了，导致很多年轻人很多人受不了啊，单产就发作，对吧？电影一放完，马上就冲到这个荧幕前面要发誓要表态。实际上这都是老登艺术家、老登导演，观众自己自费花钱去买教育，这也是一大奇观了。这也部分说明啊，为什么这个影视行业它在走下坡路，他忘了初衷，他就像那百果园的老板一样，你去消费，他还教育你，对吧？看电影你也是消费，结果还要受教育，那消费者只能拿脚投票。前不久啊，这个吴京老师啊，在网上也受到这个大家的这个质问吧，或者叫流量的反噬，因为吴京老师打造的人设是爱国，是战狼，是虽远必诛，结果吴京老师人设似乎也崩塌了。有人把吴京老师和西贝啊，好像做了一个视频，大家看一下。当厨师最大的难点是在哪里呢？预制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大厨现炒是不用火的，还有每天早上现熬的鸡汤是没有鸡的，把一个能因为大中小杯扇自己的人搞生气了，怎么搞的？菜在冰箱里过周岁生日了，怎么过的？祖传馒头怎么卖20的？怎么通过营销忽悠父母带孩子来吃工厂制作配送到店分装摆盘，让1岁顾客吃着2岁西兰花这件事情，这个经验是无价的。我用过微波炉，你用过吗？我看过指导书，你看过吗？我工作履历做过加热员，你做过吗？我顾客还没下单就上菜，你上过吗？外卖骑手全夸我不卡餐，你夸过吗？我能宣传现做，你行吗？我标准合法合规，你行吗？就是我能一边省成本，一边卖高价，让人高价吃预制菜，你干了吗？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吴京老师啊，多多少少也符合这个老登演员、老登明星的这种标签，打造的人设啊，被自己反噬。咱们为什么说这个始祖鸟还有这个安踏，对吧？安踏是始祖鸟的母公司啊，始祖鸟是安踏下面的一个品牌。为什么说这个始祖鸟也是老登企业呢？为什么说这个蔡国强是个老登艺术家呢？因为他的做事方式非常符合大家就是网友所说的老登这个特色。当一个品牌啊遇到这样的一个错误，或者是遇到这样一个舆情之后啊，现在的网友大家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你只要老老实实的承认错误，去改正，那么舆论呢很快就会放过他，对吧？实际上就需要这样的企业，你要诚实，你要可信。因为啊，大家都知道犯错误很正常，人非圣贤，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更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品牌。犯了错误，主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个错误，是诚心诚意的去纠正，还是在那抵赖，各种甩锅，各种表面上是接受，虚心接受，实际上呢想糊弄了事，这个是被网友所不能接受。所以说啊，这个始祖鸟包括安踏包括蔡国强本人都做了道歉，表面上看啊好像是心悦诚服，接受这个网友的批评，实际上呢他却在上面玩小聪明，对吧？始祖鸟在国内的这个道歉和海外道歉这个版本，两个版本居然还不一样，对吧？给人感觉你完全还在糊弄啊，想抵赖，这就是老登。老登就是各种狡赖，各种狡辩呢，各种干扰混淆视线，各种黑白颠倒，就像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一样，颠倒黑白，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老登味十足啊。始祖鸟在出事之前说他是携手艺术家蔡国强，出事之后就变成始祖鸟赞助蔡国强，意思是我只是出了钱，只是他搞的那个神龙的事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恰恰是这些小聪明小动作让网友反感，透露着一丝啊农民式的狡黠。所以今天呢，这个港股啊一开盘，这个安踏的股价就大跌，我看它开盘就跌了 4.6%，100亿的这个估值就没了，这就是市场给他嘴硬的一个教训。有人说啊，老登企业家是不懂网络，这个说法不准确啊，很多老登企业家也懂网络，懂网络的也有老登企业家。你比如说过气网红城市，这个网红超市啊，在这个西贝大战罗永浩的时候啊，网红超市啊出来多次啊力挺这个西贝，但是呢好像有多次啊又把它删掉了，力挺西贝的话又删掉。我倒不是说他力挺西贝不对啊，我也
不觉得网红超市力挺预制菜有什么不对，我只是说这个网红超市这种反常行为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一直说啊，预制菜这个没有什么好坏，对吧？你国家只要把它标准定好了，企业的按照这个标准去严格执行这个标准，完了呢，向消费者要公开，对吧？消费者有知情权，其实做到就行了，剩下的消费者自己选择，对吧？你是愿意吃这个大企业给你提供的预制菜，还是喜欢吃街头小馆子给你现炒的，你自己选嘛。所以说预制菜这个本身没什么好，所以网红超市支持预制菜也没毛病。那他为什么支持了又删，删了又支持呢？又删呢？因为他太懂网络了，对吧？他就是搞流量起家的，他就是搞这个舆论起家的，他知道这个舆论不可测，他的人设，对吧？他这么多年树的人设应该他那个死忠粉应该是不接受预制菜的，但是他也不能反对预制菜，因为他自己恐怕就有很多预制菜，如果反对预制菜，那保不齐火又烧到自己身上，所以非常尴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你在树人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应对往后那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能跟你人设跟你树的那个人设对上，总有矛盾的地方，处理不好就会被反噬。你比如说这个网红超市他口口声声说支持文明，对吧？他说中国离文明还有1000年大概类似这样的话吧。这个是对的没毛病。我们不能说网红超市他说的什么话都是错的，对吧？这个显然你也自己就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他说的很多是对的，但是由于他树的人设，对吧？是那样的一个人设，然后他说我们离文明还很远，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1000年等等。行，那你支持文明，那你就要支持乌克兰。你的人设你是要搞流量的，所以你什么事都得表态，你不表态能行吗？那俄乌这个你支持谁？你要是支持俄罗斯，那你俄罗斯文明吗？谈不上吧。我不说他野蛮嘛，至少文明他是谈不上的。俄罗斯要文明的话，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唐人街呢？所以你看他也被迫要支持乌克兰，那又得挨骂，人设又要崩塌。所以你看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树了人设，你迟早要被反噬，被迫任何事情都要表态，但是你不管怎么表态都有可能要翻车，这就像在走钢丝。所以这个就像这个吴京是一样的，吴京老师所以你不要以为老登企业家不懂网络，他们懂网络，他们只是有的时候过于自信，有点轻敌，认为我亲自出马一个顶俩，这也是老登企业家自己的人设，有什么困难自己迎难而上，这被老登企业家定义为担当，对吧？这叫担当，遇到困难绝不退缩，带头上，这符合老登的人设实际上呢，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老登。什么叫老登呢？我给重新定义一下，老登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求别人要按照他的想法，按照他的意思，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事，一切跟他设想的不一样，即便结果是对的，他也不满意。我吃过的苦你们要吃一遍，对吧？我受过的教育你们也要受一遍。老登总是在怀念过去，过去多好多好，现在世道变了，对吧？总是在感叹现在世道变了，他没有办法叫与时俱进，他没有办法更新自己的知识，但是由于他掌握资源，他掌握权力，对吧？他掌握了很多，所以他要求现代的年轻人按他的来，所以他才会教育你，对吧？你花钱在这买东西，在这消费，他都要教育你，他都要教你。你看个电影，他也教育你，对吧？你去吃个菜，他也教育你。我这不是预制菜，对吧？预制菜是什么样的？他要教育你。我这100%全不是预制菜，全部是现炒。你说我怎么没看见你切菜呢？我怎么没看见你在这儿当我面炒呢？他说我是在中央厨房炒好的拿过来的，按照国家规定，这不叫预制菜，你就感受到你受到了侮辱，这个叫老登。也就是老登带有那种强迫性质，必须让别人跟他一样，向他学习，接受他的行为方式方法。所以很多老登怀念过去上山下乡，怀念过去，对吧？那些什么老派做法，怀念过去老字号，老字号代表着这个就是好我认为这都是属于老登，他们崇尚集体，鼓吹奉献。你看老登都是这样他让你吃苦，实际上就是让你奉献嘛，这不多简单这个老登味浓的，你比如说格力的老登味就很浓，非常浓因为他动不动就在电视开始教育嘛，年轻人该怎么样。他们忽略了时代是在发展，这个每个时代变量不一样，对吧？变量总在变化，其主要作用的因素也在变化。所以这些老登企业实际上如果他自己不改变，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他们在过去那种环境下取得的成功，取得的成就，会在新的形势下，在新的环境中，在新的市场下会再次失去。时代变了时代已经从单向宣传、单向洗脑、单向灌输，已经走到了互相影响、多点发散。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只有诚信，只有实事求是，只有态度诚恳，才能走得远，才能走得长。无论是老登掌握资源，还是互联网的新老登，是吧？靠言论
论博出位，靠人设搞流量都一样啊，迟早要翻船。不写首富生前没翻船，死后啊不仅翻船，而且还翻得很彻底。所以呀，说来说去啊，还是要与时俱进，不能刻舟求剑。我们不时的要把脑子里陈旧的观念要主动的抛弃掉，对吧？要吸纳那些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